再来看宜兰头城的渔港哦，大雁甲一寡土沙拢扫到港边，渔民是真烦恼，讲这沙遮尔严重，刷来渔船的出入可能会扩大。宜兰的海洋甲渔业发展所是强调讲，已经在办理清这沙的标案哦，会赶紧来做处理。卡努风台影响大海鹰陷害花气势惊人，不过这海鹰带来真侪土沙灌入来宜兰头城内浜渔港，地处渔港严重积沙，佫出现海沙暴，渔民开船出入港会加伫航道。渔民表示，因为渔港北边布岸较长，炸真侪土沙，地处渔港蹲沙。最近风台连续影响，问题更加严重，影响渔民出入港。今年宜兰母腊礁仔禁渔期要伫15解禁，到时阵也是袂使出港，恐惊会引起民众不满。船啊，袂当出去作业啊，外劳啊，佫需要外劳啊钱。硬浜渔港渔船10外栋至40栋，主要是掠母腊甲礁仔鱼为主。最近海水可流，水的深度较无1公尺，渔船因为安尼较会低调的。打捞的时阵，渔船才会当勉强航行。那开标之后确定厂商，我们就会请厂商赶快进场施作，然后赶快让航道可以畅通，渔民作业可以出入比较顺畅。县政府表示，要办理硬浜渔港航道所准的工程开标，若是顺利决标，会协调得标业者赶紧疏通开出航道。未来我来研究延长渔港南部花长度的可行性，争取经费时间，避免土沙一直流入渔港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